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伫开始礼拜进前，咱来先安静家己的心，邀请圣神充满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心中。咱就是做伙来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即时要专心注目伫你的面前，互咱会当专心全灵拢献互你。咱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求主帮助咱未来道路，会当对主来同行。不管是伫生活中，也是伫工作、学校，咱所拄着的困难，拢求主来帮助。嘛愿主来献上感谢甲学乐，感谢主伫即礼拜的保守甲带领，嘛感谢主无限的稳定甲慈爱。咱即马为着即两项事，来愿主来祈祷。慈悲疼痛的慈悲上帝，感谢你，将阮家己的需要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你带阮未来的道路，会当对主来同行。不管是伫生活中、工作还是学校，拢会当用主你所要指示的道路来同行。也求你，互咱甲同在之间，会当遇到主你的祝福。求你也保护咱的家庭，时时刻刻拢主你甲阮同在，拄着困的时，拢会当倚靠你。嘛感谢你，伫阮软弱时，接做咱的力量，嘛为咱准备未来的道路。嘛感谢你，对阮无限的稳定甲慈爱。你是公义、信实、永无改变的上帝。全感谢你，陪伴伫阮的身边，也所安排的一切。最后感谢你。煞者，咱嘛为教会来祈祷，求主帮助教会，成做一个属灵的教会，互咱会当更较明白主，甲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嘛为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帮助富强人有较无真理的心，愿意互受造就，热心传福音来祈祷。咱只是做伙开声来为教会甲兄弟姊妹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你，愿将阮的教会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教会，成做一个属灵的教会，也成做一个主你所喜爱的教会，互咱能更较明白你、亲近你，我们更深倚靠伫你的同在。咱嘛为阮教会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的疼充满伫因的心中，互咱会当彼此相疼，亲像你也安尼相疼咱。嘛帮助阮教富强人有较无真理的心，热心传福音，互众人认出阮是上主的门徒。
信息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照伴，有你引带，我拢总袂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散我，永远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煞遮那么为着阮的教会的牧师、中职、甲小组长，以及所有的同工的属灵活命甲健康来祈祷，咱做伙开声来为着教会牧师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你，求你赐了智慧，伫咱教会的牧师、下牧师、小牧师、詹牧师夫妇、中职、甲小组长，以及所有的同工的亲像。互因来服侍，会着伫着主你的恩典，所做的工拢顺利，也会当来荣耀你的名，也求主看顾因的出入平安，拢有主你甲因同在，因为你是因的盾牌，是因的避难所，是阮安全的源头。主啊，我感谢你。最后，咱嘛为今日的礼拜来祈祷，求主保守看顾今日的礼拜。拢有信心充满伫咱的心中，嘛为今日下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来祈祷，求主安静咱的心，互咱能做伙来领受伊的话语。咱为今日的礼拜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感谢你，求你的灵就光照伫咱今日的礼拜中，也甲阮同在，互咱会当领受你的话语。充满咱，敬守咱所有兄弟姊妹，求你安静咱的心，嘛拍开阮心灵的耳，我来能听到你的声音，并照着你的话语来行。咱的祈祷是奉告主耶稣的名。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听阮呼求的声，能将阮的祈祷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咱的祈祷是奉告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母亲。我心所听，放了家己，予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照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散我。永远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照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散我，永远一生，予你的旨意。永远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永远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伫马太福音第4章19节，安尼记载讲，耶稣就甲因的门徒讲：来对我，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讨鱼的。兄弟姊妹，即时如果你若愿意对主来同行，安尼我邀请你为做一点起立，咱做伙来甲主讲：主啊，我要跟对你。
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来听他，坚持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面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出去。
信息308首，咱的唱歌来学乐。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奇妙的听。往白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至神的名。往白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无比的听。往白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尊贵的名。出来的所在，离开热闹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清新亲密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诚实关灵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三位一体上帝，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赞美全地上帝。伫出来的所在，伫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哈利路亚，感谢上帝！我用唱歌学乐来到你面前，是因为上帝你无限的听，因为上帝你至圣的名，因为主耶稣基督无限的救恩，主啊！阮虽然伫生活生命中有艰难，总是因为阮来到主你面前，阮就看见主你替阮担当一切艰难，就无搁做真做阮的重担。所以阮要欢喜学乐唱歌，是因为阮确信你的恩典甲拯救，你的救赎甲保护，拢时时甲阮三甲伫地。阮愈唱就愈有信心。阮愈唱就愈快乐，所以阮这个时阵来到你面前，用唱歌来学乐，对心底唱出仰望甲倚靠，对心底唱出上帝你的权能甲头目。阮对心底来唱出主你美好的赏赐甲恩典。阮今日敬拜，亲像这首诗歌，阮三甲唱歌来学乐，上帝恩典。喜乐甲平安也临到伫阮中间，啊，阮伫礼拜中领受你的话语，真侪阮的美良。阮伫礼拜中三甲同心的祈祷，真侪你应允的源头。感谢主，愿你的平安甲阮伫地，无论伫线顶还是伫现场，阮拢做伙经历荣耀的主伫阮中间所得到的喜乐、信心甲平安。我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姊妹，咱请由阮徛底，咱三甲来坐念新的诫命，来明白主的教示。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要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你，就是你要三听，亲像我捌听你，恁也要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感谢主，请坐。今日姊妹伫咱线接下面的听书，牧师要邀请咱等下伫主理讲道了后。咱要三甲有份来做伙异地的祈祷。这时我要请兄姐，无论是5楼、4楼兄姐，也是特别有需要、肉体欠安，也是心灵上有软弱的，要
接受服侍祈祷的，你着准备好，讲主啊，求你通过即个祈祷来赏赐你的平安甲医治伫阮中间，也互咱遮的长老、大祷团，啊，搁咱的小组长，咱大家闭万心，奉主的名有信心来换手做祈祷。下面甲时间交咱的师会。请咱三家来刻印，刻印文12篇，我来刻，请会众来印。我耐心听候上主，伊对死亡的横天，对土地中甲我牵起来。伊教我因新的诗唱歌，学了咱的上帝。真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上主，我的上帝啊，你有为阮成就真济奇事。你为阮安排的计划遐尼济，这事甲礼物你无爱，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你对我的指示拢伫如法。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从。请咱三家压头来祈祷。荣耀满有疼甲怜悯的主，掌管天甲地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有能力、有智慧、有平安。求你的灵进入阮的心，掌管阮头前的道路，尤其是当阮失去方向、无信心的时，求主坚固阮的心，保守阮的灵，也互阮伫无信心的时，会当有智慧来到你的面前，求找你的旨意。阮也要为着咱的国家台湾来祈祷，求主伫这无稳定的局势中，为台湾人的心灵来祈祷，为台湾的经济面对两边的强权的国家对台湾的影响来祈祷，求主耶稣保守台湾的民主自由无受到迫害。阮也要为富强教会明年的54年庆祝准备顺利，甲耶稣受难前的40日，敬正祈祷，保守阮有信心、有平安，坚持到最后。阮也要为教会过来的方向、教会的发展，甲每一位会友的工作、家庭、经济来祈祷，求你赏赐智慧甲能力伫每一位兄弟的家庭中。咱也要为教会中的小朋友好好的生活、学业、人际的关系，拢无拄着试探甲挑战，来向你祈祷。特别，阮也要为着家庭中有老人行动无方便的、身体病痛的兄弟来祈祷，互阮知信要得到医治的信心无改变。求主保守每一位兄弟有健康、喜乐、平安，甲坚定
对耶稣来的信心，用对圣经来的智慧跑走咱头前的道路。感谢主，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圣经诗篇91篇第90到第60、第12节，雅各书第1章第2节到第4节，我来读。你找上帝做避难所，用志愿上帝做徛起的所在，灾害袂临到你，瘟疫嘛袂挖进你的布棚，因为伊要为着你吩咐伊的使者，伫你所行一切的路保护你，伊要用手扶你，互你的脚袂踢着石。雅各书第1章第2节到第4节，兄弟姊妹，你拄着大项试炼的时，着想做是通欢喜的代志，因为知影恁的信心经过考验，会产生忍耐。恁着忍耐到落尾，才会当得到完全、搁完整，拢无缺点。献诗。咱请信歌队今仔要献的诗是何等大爱。献诗了，请本会下牧师讲道。讲道的题目是信心、试验甲得胜。
各位姊妹，大家平安。咱感谢主，通过咱生活队所献的诗，互咱搁一遍伫主的面前领受到这款的稳定甲祝福。咱已经进入到伫咱的这个大斋节第4主日啦，3月底。我会记得旧年咱这个时间就咧庆祝过偌济啊，今年较慢，到4月20，4月20。咱伫即个节期的中间，会当经历到无共款圣经所互咱带来的信息。牧师伫对3月开始，咱有分享信心的系列的信息。即个信心系列的信息有分到今仔日是第3段咱会当做一个小小的学习来三甲领受上帝，互咱迄个属灵的启示。咱大声先来做祈祷。听阮的主上帝，感谢你保守，互阮有分通通过主你的话来得到启示甲学习。是因为阮常常是不足、愚戆佮无力，所以随时要有圣神的启示甲提醒，互阮一直活伫上帝恩典丰盛的生命的中间。阮的信心也是安尼，需要主你时常的提醒、扶持、引带甲带领，所以愿阮所领受的学习，主你圣神亲自激励阮每一位。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对3月开始有一个系列是有关信心的系列咱若有一个印象，牧师做一点小复习啦。3月初2，咱的主题叫做看见甲得到，这是信心的信息内底第一个。咱有讲起到即几项，讲咱用咱的信心来连接上帝的世界。意思是，这大自然无咧讲话，但是你看到的拢是话，是咧甲咱结连伫上帝的创造，迄个奇妙的创造，互咱用信心来看见。第二，咱是用信心来拄着灵魂的救主耶稣基督，用信心来结连。第三，带来咱恩典的信心的条件，就是咱的信的即个目色甲气力，咱的眼力有看见，迄个看袂到的无信是所仰望的实体，这是咱看见甲得到的第一个主题。第二个是咱伫3月初9所要分享信心的第2段，顺服甲交托。咱有讲起着几个故事，耶稣伊伫会堂即个拿撒勒的会堂有分享用顺服来证明你的信心。中间有讲到2个特别真出名的先知的故事，就是以利亚甲以利沙的先知。即个讲起着以利亚、以利沙甲迄个寡妇伫伊的厝内底因为无面粉要安怎仰望几啊年2冬的迄个抗旱会当度过生活。以利沙叫迄个叙利亚的将军乃曼讲：你去附近阮这条约旦河洗洗，你的太哥病就好。因为顺服，这些事拢比较上帝应允。所以诗篇有讲起着，你爱大大来开嘴，我就要互你充满。嘛讲起着马代伊的信心的旅程，因为伊的小弟过身去伊小可对耶稣有点埋怨，讲主你若较早来阮的小弟就袂安怎呢？但是主耶稣甲伊讲，你的小弟的确袂死。这个拢是整个咱伫圣经中间迄个信心的故事内底的一部分所以咱所领受的学习是讲，你的信心爱甲顺服结连做伙，佮加上你的交托，你伫信仰生活中会真强调。今仔日咱续接第3个系列，就是试验甲得胜。信心爱有试验甲得胜，是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后礼拜咱会讲最后一个系列，就是讲信义人要因为信得到生命。拢总有4个系列，甲咱三甲较完整来思考信心的教导安尼
那信心的考试啦，你毋知有拄着无？你有拄着考试无？你爱参加考试无？咱对细汉开始入读册，入去读册就爱开始考试啊！哇，但要考试要来有诶拢困袂去啦，食袂落。有诶人要参加联考，佫不得了迄要开参加联考诶人听讲有诶人安尼透早煞胃肠歹势毋知奇怪安尼食，迄要走便所安尼逐个人若要拄着考试，拢有真大诶紧张啦紧张。人生事实真侪考试。人生真侪考试，所以咱求学的时阵，学生是惊考试。每一摆学生若拄着考试，讲哎哟，遮艰苦啊！咱毋较早毕业的，较早我毋知即嘛现在学生囡仔安怎考试。阮较早少年时代考试什么有段考啦，有月考啦，佫有迄个期末考啦，佫有时佫随堂考，哇不得了啊！早起也考，下晡也考，安尼考到煞麻痹去就对啦，毋知要考啥货，反正都惯势像要机器对走安尼大家拢想讲，哪会当免考试，毋知要偌好诶安尼，无拍算，咱一个入到社会，无考试单毋对无考试单，毋过你感觉敢毋免考试吗？迄个无考试单诶生活，无一定代表你诶人生就一定平安无事咧。考验要搁咧继续，毋是考试单诶考试就对啦，毋是考试单诶考试。所以，咱特别伫台湾即个社会进入到工商科学诶社会，咱迄个社会竞争真激烈，真大压力。这拢是无可抗诶考试，拢是无可抗诶考试。但是咱拢嘛知影，咱即嘛各行各业啦。你毋嘛是爱考试你爱考证照。较早考试用写诶尔，即嘛拢实地操作。职业考迄都爱操作你所学诶迄个项目，主驾嘛爱主驾诶考试。可毋免讲迄个工程师、技师，你拢实际操作，连做木工嘛爱考试，做涂水诶嘛爱呢。所以呢，咱拢知影。因为要认定你有即款的能力，所以你就爱经过即款的考试，有的人身躯足侪证照咱有的人敢若要考一个奥多麦考袂过啦，考10届啦，哇有一个庄脚老阿伯要去考试啦，考奥多麦，逐摆考别项拢会过，敢若考迄个 S1 袂过就对啦，考迄个 S1 袂过。考，还是讲我都照规矩要来考，逐摆拢考袂过。后来考试官讲，来即边我互你开看卖。伊讲我无爱骑，我用牵的。伊讲我后摆若拄着即款路，我都无爱骑啦，我用牵的，敢袂使啊？毋知迄个考试官到尾有互过无？伊讲我都毋捌拄着即款路是 S1 遐弯啦。若拄着我就用牵的就过敢毋是无论是直路我就家己晓骑。有影，所有考试拢伫咱的生命中，咱的生活中。你有要逃避无？足侪人会想要逃避，但是呢，只有勇敢面对，赢过即个考试，你若家己有成就感，而且你发觉讲我的能力实在有啦。所以咱要安怎培养迄款信心，伫咱的生活的生命中佫较毋免讲，咱伫信仰爱考试咧，信心嘛爱考试。耶稣信耶稣的人，我靠上帝的人，你嘛是通过信心的考试，你才会当得到更较大的祝福。好像有即个考试是一个你要领受上帝祝福的一个条件，还是讲一个像一个盘啊，还是一个容器。讲主啊，我要得到即个福气上帝讲你的信心的盘偌大啦？迄个篮有偌大就对啦所以咱知影经过信心的考验，会当得到上帝偌大的祝福，上帝更较愿意赐福互你。会记咧进前牧师捌咧分享着讲，咱财务啦钱财啦奉献。我有分享一个点，就是讲，
上帝拢要赐予咱，但是你要先考虑讲，我有气力通承接无？上帝讲我要1亿万互你，你1亿万会晓用袂？你会晓处理无？还是得到这个钱煞规个人拢废了了？你敢知影？有咧，足侪人专门咧研究一个议题，社会议题，去专门去追踪遐个得到乐透彩、遐个彩券的人，得到几千万、几亿的人，讲这个人是安怎？大部分拢无好底就对啦，因为伊袂晓管理，迄个钱若毋是互人骗，无就去车花宴乐，无就去跋筊，甚至去食毒，到尾伊拢后悔讲，迄若要知迄我莫中奖就好。世间人就是安尼。无着的，足是要得到，得到了，感觉讲也无影，也无真正，我会从此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安尼什么意思？上帝用信心在考验咱，迄个领受祝福的容量有偌大，迄个容器有偌大就对啦。所以信心是你领受祝福一个上重要的架构，这个架构。咱看见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安尼讲，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会着信上帝有存在，佮信伊为何追求伊的人得到报赏。讲无信，你若无信上帝讲这个人到底我交代你到底有法度通领受无？迄宁可唔通较着，伤济互你互你得着咧。所以你讲无信就袂互上帝欢喜啦。所以你有信上帝存在，你甲主的关系才会亲密。你若无信上帝你的边你若无感觉到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大家今仔日学习的主题是讲，信徒基督徒的信心是经过考验，是亲像什么呢？亲像经过咱的灰也是咱迄个虾，也是迄个红大暗光遐经过火落去试炼呢。迄个土是软软，迄个灰土软软搁在你敲，搁在你削，搁在你刻，但是一进入到你火，伊就哪烧哪坚固。基督徒，你也会记你得到考验你莫想讲，哎哟，亲像社会人讲，哎呀，我哪会歹运啦我哪会安尼遐尔落水安尼定定拄着遮有诶无诶，迄是你信心要转化，你信心要成长，你信心要高升诶一个关键。你若无接受即个试炼，你就袂得到坚固。像迄个灰若烧无好迄灰就弹掉因为迄烧了无招纹啦，无定啦，迄个土搁安尼袂坚固。所以拄则咱有读希伯来书，搁一段希伯来书的第1节，咱拄则咱进前即两届拢有读过讲，信就是所仰望事的实底，咱讲看会到嘛。你仰望的事是未看到，无看到，但是你属灵的目睭看会到。伊讲这是所望的事的实底，是未看见的事的确据。即个实底伫希伯来文内底，就是讲，伊圣经原来即个文字的实底是甚物意思？伊有小可做点说明啦。伊是讲实底的意思，讲下面好亲像有一个架，顶面咧放物件放会落，像咱的桌足窄，我放物件伫顶悬才袂起落去咱逐个桌椅拢爱有一个架，也是讲咱咧栽花这个花盆咱有一个花架栽，迄个花放伫顶悬，伊讲实底就是迄个架放互栽就对啦。也共款，上帝要甲咱饲就是讲你到底有即个气力通承担即个恩典无啦有迄个能力通承担无？即个恩典互你你袂晓用煞颠倒你的头盖呢？会互你跋倒呢，会互你骄傲呢，会互你袂失去呢。所以承担
上帝爱咱，伊的囝儿会当承担，是咱会当有能力无，将上帝祝福用伫合伫伊心意的所在，用合伫伊心意的所在。这毋则讲，咱定定地提醒，特别咱长老教会已经设教160年啊，经过7代8代啊，咱定咧提醒讲，咱一代一代的子孙，毋通祖先受福气，子孙领受到即个恩典，袂晓用，啊，煞甲拍喷去，甲废了。所以咱定咧讲台湾人讲吼，好嘢袂过3代，好亲像咧怨赌有钱人，毋是啦，是你后代有迄个能力通承担即个恩典甲亏力无？顶日听见一个牧者咧分享，讲一个安尼教会热心的同工年纪大慢慢身体欠安，大家足毋甘，总是伊的囝儿吼无信仰，就伫遐念东念西啦。阮老爸信的这神吼，也无比我信的较大安尼。哇！讲听到的人足艰苦。讲上帝安怎互你的时代、你的长辈安尼领受到祝福？你即马煞家己讲，阮老爸信的佫无够大，阮信的只信较大呢。兄弟姊妹，会通承担无？你有气力通承担无？你的子孙有准备好要承担即个上帝对天顶来恩典甲祝福无？这是咱每一个人拢袂当倒避的即个条件。所以咱毋则讲1代清2代明，3代你请我无用，4代公马归厝经，是安怎安尼？毋是讲在共纠缠啦，是一代过一代有共款领受迄个容量无？有迄个承担无？你的花价有在无？迄喷水的花放伫顶悬，会起落去袂？会倒落去袂？这才是咱做基督徒一个先都爱操练，先都爱灵修，先都爱同心敬拜，先都爱伫小组互相来分享。因为咱人是软正的嘛，咱的心是软弱的嘛。你若无安尼，你就无操练，亲像运动员无咧运动，搁来比赛就输啊。兄弟姊妹，这讲起来是嘛，真迄落吼，真现实的。现实的意思讲，你若无认真，真正你就受淘汰去啊！这是这个社会、这个生命咱所拄着，因为毋是咱雕工要安尼，是因为魔鬼伫边啊，准备要甲你吞食去啊！魔鬼都袂当看到你好嘛，看袂得你好嘛，看不得你好嘛。所以咱若无坚固咱的信心，咱就无通好伫迄个所在看见一个新的祝福、新的开力、新的赏赐、新的恩典、新的愿望。所以咱拄则有读到圣经雅各书1章20到40，这段经节吼讲真坦白咧吼。拄则咱的泽豪执事传咱读讲安怎呢？兄弟姊妹啊，恁拄着逐款试炼的时吼，就想做是通欢喜的代志。乡读着讲，即句话甲伊敢对，敢会抄毋对去，也是犯毋对。你拄着试炼，爱掠做欢喜，试炼吼烦恼流目屎都袂赴啊，啥都爱掠做欢喜咧。但是伊明明甲咱讲，基督徒会拄着试炼，应该你看作是欢喜的事，因为上帝看重你啦，上帝要用你，上帝知影你有能力，通来承担。像下面迄个花架，迄个鼎放伫顶悬，会知。因为伊写讲，因为恁知影恁信心经过考验，就会生出吞论。这个是咱用现代本的吼，台语圣经安尼讲。恁伫拄着逐款试炼的时，就想做是通欢喜的代志，因为知影
你的信心经过考验，会产生忍耐。咱嘛听到一寡戏剧，讲一句话啊，伊讲吼，一笑泯恩仇，意思讲啊，互相高高低低啊，弯弯弯弯啊，一笑泯恩仇，就是讲啊，用一个大笑就过啊。事实哦，真侪试炼，真侪苦难哦，你一个笑就过安尼。上帝要互咱用懊恼、用感谢来赢过这个。咱拄则毋是吟首诗歌吗？我要唱歌来学老主吗？唱歌毋是安尼黑白唱的啦，啊无聊咧唱的啦。唱歌就是一个武器，唱歌就是一个坚固，唱歌就是一个拍倒魔鬼的来剑。所以，像咱讲，咱拄着苦难，拄着家庭有困难，你要用唱歌，啊，毋是咧改成头壳歹去啊？毋是啦，是你。知影有上帝甲你同在，这苦难拍你袂倒，你要赢过伊，你要经过，用诗歌来赢过这个挑战。所以第二段，甲故事安尼讲，恁着爱忍耐到底，才会当十全十美，无欠过。大有圣经讲，恁着忍耐到落尾，才会当达到完全、搁完整，拢无缺点。哇，忍耐到落尾，足侪人吼拢忍耐袂到呢。哪个人忍耐到？一半路就倒退啊啦吼。吼，咱昨昏哦，毋知有人来看咱的主日佬的剧团哦，演出一出吼啊，迄个泰雅族的故事啦吼，就是迄个射2粒太阳的故事安尼啦吼啊。迄个故事安尼，大家演了真精彩，啊，这老师啦、学生囡仔啦吼。啊，演即出戏啊，因啊足精彩吼，啊，佮化妆啦吼，啊，穿插拢足标准的呢，有职业水准的吼。啊，昨昏若无来看的，足无彩。后抓个因佮演一摆好吼，大家爱来看，安尼。啊，迄个戏咧讲啥物呢？咧讲着讲古早吼，迄神话啦，讲有2粒日头啦，啊，热甲吼，啊，迄个花草啦。迄种子拢高大去啊！迄伤炎就对啦。啊，因迄共装的人讲啊，咱有一个办法，咱大家行去到迄日头出来迄个所在吼，是甲钱甲射一粒落来，吼啊！迄温度就减一半，敢毋是？啊，毋则袂大家热甲挡袂牢，啊，迄个花草拢生袂起来。但是要安怎？迄少年人要行去到日头出来的所在老啊，只好转来，因为吼行袂到啊，迄太长诶，太远诶，所以到尾吼想一个办法，一个大人带一个囡仔做伙出门，大人行到一半路已经老啊，啊，互迄个少年诶，迄囡仔变大人啊，你阁继续去，啊，伊就讲忍耐到路底，啊，到最后甲迄个日头射落来。啊，然后转来时已经变中老年人啊！迄囡仔毋捌你啊，讲你什么人？伊讲你无感觉即马较袂遐热啊，是无？迄就是阮去甲射落来。啊，这故事吼，有音乐真古锥真精彩。啊，但是迄个点是咧讲啥物？你要有承接啊！一个人做袂到，第二个爱刷落去啊，接棒啊吼。啊，咱吞忍嘛是共意思啦，吞忍嘛是共意思。咱伫主所互咱拄着。迄个试炼，咱爱吞忍到落尾，你才会当完全佮完整，才会无缺点。啊，所以咱讲爱确信吼，咱都爱会晓分别，有智慧通分别哦。确信，啊，你确信什么？确信唔对就麻烦啊。所以确信有真有假，你爱讲这个确信是上帝所予你，合伫上帝旨意，你爱分别你的真假呢？啊，这是上帝予咱的考验，就是讲，包括你分别这个是上帝所予你的考验，也毋是啦。啊，所以基督徒到遮，你我大家拢无分啦，吼，无分你我，吼，哦，你的身份较好较歹，啊，你较有钱较无钱，吼，啊，你社会地位较悬较低，拢无讲这，是大家人拢平等就对啦。
咱拄着试炼，拄着这个考试，拄着人生的考验，咱拢都爱继续热心祈祷。这个祈祷是平等，大家人拄着困难无同，但是我的祈祷要保证我伫主的内面要领受这款的恩典祝福，因为上帝要保守，伊会赐落恩典。伫圣经内面有两个代表的人物，一个通过考试，一个无通过。天国的考试就是信心的考试，顺服的考试。旧约约书亚，伊领导以色列百姓已经到伫约旦河东边啊，准备要过约旦河。上帝讲：来，你叫你的祭司扛约柜，甲踏入去约旦河。啊，约书亚要安尼做无？伊若是讲，迄河河流吼，足错流的，安尼若行落这个祭司啊，互伊流去，我毋着怎信仰破产去啊？这百姓讲，哎哟，你做这哪会对？后来叫祭司扛约柜要过撩水咧。但是这时阵就是一个考验，你对上帝有信心无？约书亚果然讲好，祭司扛约柜踏落去。圣经记载讲，因撩落水的时阵，约旦河的水泉停止搁流，全变大地啦。所以毋才会圣经记载讲，祭司扛约柜行过，后来伫水内捡12块石啊，到兑换来起这段。这是一个试验。另外，约书亚拄着的试验是啥物？上帝讲吼，这个耶利哥城遐尼强遐尼猛，内面的人吼拢是战士，你毋通甲伊强对强，你都甲射这个耶利哥城就好啊。算的吼，7天射13摆，先来7天射13摆，因为吼大圣是1天射1摆，最后1天才总射就对，所以变做13摆。约书亚伊用这款的信心交托讲是，既然上帝叫我安尼做，一定有伊的用意，是要经过这个考试，到最后约书亚成功，带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另外一个无通过考试的，就是彼得啊。咱这个彼得这学生安尼搞怪的定定拢出状况就对啦。虽然咱知影后来天主教把伊当作是第一代教皇咧，就是讲彼得是建设教会，用耶稣讲这个锁匙，天国的锁匙伫你手头啊。毋过伊伫咧对耶稣的时阵定定咧考试考袂过，你敢知？定定咧迄个落地，你敢知影？其中一项是安尼啦。门徒咱顶工有听到这个孙牧师来甲咱讲去约翰福音，拄讲到这段，就是耶稣互5000个人食饱，然后呢，这学生就坐船要经过，要去到伯赛大安尼。船仔顶突然间起风啦，船水安尼切来切去连这个足熟练的这个水手嘛，感觉讲足危险、足惊呢耶稣讲行伫水面就群因啦。这个时阵彼得我毋知影通危险呢，伊个随问耶稣讲：主啊，你哪会行伫水面呢？伊讲主啊，若是你互我对水面顶行过去你遐安尼。伊真正讲主啊，我要行过好无？伊真正行过撩水过但是行一半，看到水遐尼乌遐尼深，彼得一个就沉落去啊！耶稣赶紧牵手，伊才得到救。都是表示彼得信心一时的定5分钟的热度定就对啦。一个看到家己我哪会晓行，煞惊到，看到水煞惊到，就沉落去啊！伊想讲看到风影，伊会沉落去，伊内心的惊吓就代替了当时的信心，仰望主耶稣。所以兄弟姊妹，我讲这个是要互咱知影讲，你我大家拢无例外就对啦。你我大家拢会拄到试验，这个试验你会经过考试无？
当然有可能有的人足够考试，逐摆考拢100分啦，逐摆拢考100分啦。但是有的人讲勉强我会及格啦，但是伊拢并袂认真嘛。所以兄弟姊妹，其中一个考试就是试探。咱离开上帝，你所拄着的试探就愈多。即远离上帝，意思讲你会拄着试探。所以基督徒爱通过生命的考验，是因为讲，毋那是上帝是一个正面的考验，连约伯嘛，互上帝考验呢。圣经遮的属灵的勇士啦、亚伯拉罕啦，遮的人拢受过考验哦。有时咱嘛会有魔鬼欺骗。上帝甲咱试验、试炼，迄叫做考试；但是若是魔鬼来甲咱引诱，迄叫做试探。试探，魔鬼咧试探一个上大，你敢知影？你想讲魔鬼是安怎甲我试探？我何德何能，是安要来试我？通常是你成功的时阵，你会拄着试探；常常你是不在意的时阵，你会拄着试探；常常是你离开主，无行入主的道路，就会拄着试探。有一个故事咧讲到，咱知影看一寡影片啊，咱最爱看迄动物影片啦讲非洲的草原上有足侪动物，你知影动物有的是安尼无攻击性的，有的是安那，迄终极猎食动物呢，伊是天生的猎手啊，伊就靠食遐羚羊啦，食遐迄个马啦来过日啊，伊都毋是要食草的啊。狮啦、虎啦、豹啦、迄猎狗啦，所以伊想要食即只动物有一个办法，就是尽量去食迄种佫肉佫嫩佫油的就是迄个囝，伊就雕工要甲老母甲囝甲拍互开，甲拍互散，迄只幼囝一个离开老母的身边就危险啊，因为第一伊还袂臃肿，伊走袂行。肉佫嫩佫好食，哇不得了啊！所以，这猎食动物就是会晓甲这幼兽甲老母来赶开来攻击。兄弟姊妹，这是草原魔生的本能就对啦。迄是一个恶劣的竞争、激烈的竞争。魔鬼嘛同款呢。魔鬼伊大声就想你离开上帝。亲像迄囡仔离开老母、爸母的身躯边，伊来甲咱攻击。所以咱爱有一款的意识，就是讲，我爱有主耶稣同在，我才会堪一。毋通你靠你外用外高，有主耶稣同在，魔鬼就无法度甲咱攻击。魔鬼足常用什么攻击咧？毋是用甲你威胁的啦，威胁的咱拢会惊嘛。伊是用甲你引诱的，用世界一切的丰盛，就像耶稣。洗礼了后，去到旷野，魔鬼甲试验，讲你巴肚迄枵你都甲石头变做饼就好啊！这种是种试验，常常咱伫世界拄着引诱，互咱离开主。所以咱知影讲，若看到咱甲耶稣有点人徛，伊就会攻击、会偷、会抬、会毁坏咱的生命。兄弟姊妹。咱有时拢会拄着人生的苦难啦你有遭遇着家庭事业中的风影无？你有感觉足艰难、足歹过？经济上会拄着艰难，肉体上有病痛，是家庭咱袂顺遂。有时你也先考查验家己，讲我甲上帝是毋是有距离啦？我是毋是离开主远远？毋知影主已经无伫我身躯边。咱昨拜六有2项真有特别的聚会活动我主要早起讲第一件讲，咱的即个主日都剧团演出一出戏，对毋对？咱营业嘛有举办第一摆试验性的拜六的礼拜，意思讲咱即礼拜有3场礼拜，现在是第1场。等下第2场，昨暗迄是
第3场的意思。啊，咱青年啊来做领导，来带领啊，有听即个水平牧师来讲道吼。啊，昨伊咧讲道，互我一个真有意思的领受就对啦。伊的主题讲找耶稣吼，啊咧讲什么故事呢？就是讲耶稣12岁的时候，毋是甲伊的爸母吼啊去圣殿嘛吼，啊去朝圣嘛，啊规大阵庄的人拢做伙去啦，啊是对拿撒勒来到耶路撒冷呢。我12岁是表示囡仔大汉啊，会行会家己行吼。啊，圣经记载讲吼，啊一个参加迄个大礼典了后吼，啊要转去啦，啊爸母也无注意讲即个耶稣吼有转来也无转来，安尼就做规阵人就行转去因拿撒勒啊。啊照迄个记载吼，拿撒勒甲耶路撒冷偌远你敢知？120公里，120公里是倒位到倒位啊？差不多算起来吼，对高雄到新营爱行几工？爱行3工啊！较早吼，无车无马啦吼，啊所以呢，规大人咧行啊，可能爸母对耶稣较有信心，讲即个囡仔吼，安尼12岁啊，真勇啊吼，啊见指巴拢有啊吼，啊你家己咧行，骨在伊行，我过1、2工啊，想着讲，安尼拢无看到耶稣，找拢无啦，啊，等个挂阵转来伫圣殿找耶稣，原来耶稣伫圣殿，啊，搁咧甲遐个经学教师啊咧论啦，啊咧研究圣经就对啦吼。啊，即个故事啊，随便牧师咧甲咱讲吼，有时你俩做耶稣拢伫你身躯边啊，其实已经离开足久啊。耶稣到伫圣殿啊，你搁咧行也毋知影，你会晓转来找耶稣无？会晓来就近耶稣无？是，兄弟姊妹。咱想讲啊，我著基督徒啊，足早就信主啊、洗礼啊，吼，我保证啊，耶稣到我伫地。事实上，你家己的心拢无伫遐呢。你敢若多无世间的事啦，多无你家己的利益啦。你毋捌想着讲主爱我做啥物？上帝爱你服侍啊，我无用；上帝爱你奉献啊，我钱无够。啊，上帝爱你接受操练、接受学习教育啊，讲有用啦，等我有用啊，等我退休的啦，逐项拢是。等，啊！你已经甲耶稣离开啊，应该离开2、3工啊。耶稣搁伫圣殿，啊，你转来家己转来啊。有时是拢因为咱拄着遮艰难的时阵，请会记咧，拄着风影，你爱先安静落来，先找求讲主啊，是毋是我甲你关系离开啊？我离开主啊，我互主无欢喜，耶稣甲我离开足远啊。你是毋是甲主有距离啦？啊，所以若是主甲咱同在，咱就毋惊风影。像彼得看到主耶稣，会敢惊水过，惊过水面共款。上帝就要保守咱。所以，咱若有主耶稣的同在，魔鬼就袂搅扰咱，咱的心就得到平安。所以，咱看见拄则读的另外一段诗篇第91章91篇的第9节到12节，讲你找上主做避难所，用至关上帝做徛起的所在。找主哦，找上帝哦，是避难所，是徛起的所在。安怎印证呢？第10节讲，灾难袂临到你，瘟疫嘛袂挖滚你的步平，因为伊要为着你吩咐伊的使者，伫你所行一切保护你。因要用手扶持，用你的骹，互你的骹袂得着石。有个人吼，啊，有个教会咧鼓励讲，会友吼，甲诗篇91篇吼，甲背起来就对啦。因为遐经文拢是咧印证主耶和华的保护，甲背起来。啊，咱若定定读，事实就是互你坚固你的信心，知影讲，我有主通靠啦，无啥物通惊吓，也毋惊魔鬼来攻击啦。因为伊讲要吩咐使者嘛，要吩咐使者，所以你找上主。找主，你就要得到保护。兄弟姊妹，咱是毋是有这款的信心呢？诗篇91篇第9节到20节，讲明什么？有主同在的人生，内心就会充满平安甲满足。而且，咱定咧讲耶和华沙龙，沙龙的意思吼，伫希伯来文就是沙龙，就是平安啦。吼，沙龙就是平安。
耶和华的平安要诚做你的平安，因为主甲咱同在。兄弟姊妹，所以咱常常家己警醒讲，咱毋通甲主有距离。主会甲咱同在，互咱得到生命，而且要得到更较丰盛。所以，咱教会足用心哦，吼！咱的代祷团安排足侪种的即个祈祷，咱的教育团队来公布迄个读经的顺序，迄拢是要互咱安尼毋免家己去操烦就对啊，伊拢甲你准备好啊，准备好啊。啊，咱40天的连锁读祈祷，就是倒一顿有倒一个祈祷。啊！你著照安尼脚步行，你著感觉讲，我甲主的关系吼无断去呢。主甲咱同在，互咱得到生命。啊，所以兄弟姊妹，最后咱要讲的是讲，天国的考试吼，有时咱拄着艰难的时阵，你也会晓悔改，会晓认罪，回转的人生。基督徒常常讲爱认罪，认罪毋是讲哎哟看家己吼，安尼足安尼讲足歹看的，足漏气的，毋是啦。悔改的意思是讲，行着路赶紧越啦，啊，无你是要行愈行愈远，愈行愈步咧车坎上哦，越一个都有啊啦，迄叫做悔改。啊，所以温度对着风影，咱知影讲狂风大作啊，船拢要沉落啊，温度安怎？即个有经验的水手都感觉袂发的啊，要得要安怎？都爱喊主耶稣啊救的啊，耶稣啊救的。伊要用家己的人的办法都无法度通解决啊，结果是枉然的啊。所以兄弟姊妹，咱拄则有讲两个点，一个点就是讲，咱发觉有拄着艰难，有拄着挑战甲困苦，请会记得，你爱检查讲我甲主的关系有断去无？第二种是讲，你拄着患难、临到的时阵，咱爱举手来悔改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就对啊。讲主啊，求你赦免我，因为我检在倒位做了无好势，致使互我陷落伫即个困境的中间。悔改就是解决问题上好的办法。所以兄弟姊妹，咱讲世间上幸福的事，就是你对着主服侍主啦，你对着对的主人，好主人就对啦，吼，毋是拄着迄种咱叫做惯老板有无？惯老板的意思是讲。吼，啊！你咧破病啊，吼，啊，规去甲你死的，互你等去食家己安尼。咱对着好的头家，对着对的主人，生命才会得到幸福快乐。对毋着主人，特别是对着魔鬼啊，生命就会接受淘汰、杀害甲毁坏。所以有一个要紧的考决，就是讲天国的考试的标准答案，就是甲主叫主啊。若是温度伫船顶吼，耶稣伫咧困嘛，所以爱甲唤醒。啊，唤醒意思无？上帝咱拄久毋是啦，是用即个话，互咱知影讲，啊，耶稣伫咱船顶吼，啊，你家己靠家己办法，都风影遐大，驶袂过啊，赶紧叫主耶稣啊，甲主耶稣叫醒啊。所以即个话的意思讲，咱拄着艰难，已经家己无办法啦，行无路，走无步啊，讲主啊。赶紧啊救的，因为拄着风影，甲耶稣叫醒起来。咱就是伫风影船强要沉的中间，甲主叫。所以大声嗷叫，毋是咧讲哎哟，这个人安尼，那会遐无礼貌，还是讲安尼情绪遐尼高涨啊，是迫切的意思啦。啊，所以咱有时拢会鼓励会友讲，你祈祷吼爱。那公众祈祷爱大声祈祷，你有密房的祈祷就免遐大声，但是伫公众的祈祷，讲大家人同心齐声祈祷，意思讲甲主嗷叫，毋是安尼讲悄悄话吼，啊毋通耳语啦、默想尔，你要大声来求伊啦。所以主会听咱的祈祷，啊，将咱毋知影搁大搁困难的事甲咱讲，来互咱解决，甲主嗷叫，兄弟姊妹。小等下，咱要有一个异地的祈祷。有真侪牧师的经验，就是讲啊，祈祷，迄经历啊都袂歹啊，甲主求啊，啊会好袂好我毋知啊。但是经验到的是讲，圣人为你祈祷，代祷者为你祈祷，你家己也有迫切的祈祷，
安尼效果才会做。好似就迄个电吼有接触到安尼啦，啊无即边冷啊即边烧吼，啊都无效果就对。所以是你家己有决心，你有即个仰望。啊，日即位有一个泛星主的祈祷吼，发生伫什么呢？咱知影美国伫太空科技非常的出名。伫主后1970年啊，遐侪年啊吼！伫我囡仔迄个时代啊，有一个太空船叫做阿波罗13号。咱知影讲上出名的就是阿波罗11号，对吧？迄阵是1969年啦，民国58年7月21日，阿姆斯壮登陆月球，伫月球漫步2点外钟。迄出名个，你看现在经过遐侪年啊呢吼，啊经过2冬，经过1、2冬，一冬啦，1970年换13号去哩啊，但是发生讲，即个13号伫20外万里以外发生迄个氧气槽爆炸，哇，无动力啊，啊所以就爱赶紧转来放弃任务，迄是生死交关的事啦。所以太空人赶紧通知讲，休斯顿太空中心讲，我要转去，毋知要哪转去，来甲阮指示一下。迄阵听讲美国吼，太空总署甲因讲，你看北极星，北极星伫倒位，你就倒去走就对啊。吼，有一个北极星，北极星袂走来走去啊。啊，迄阵邀请全美国的正基督徒，大家同心祈祷，甲主叫讲主啊。这个毋是人会当解决的事啊！求你帮咱，互阿波罗13号的这百姓，因这太空人会当平安倒转来。啊，这是阿波罗13号迄个太空船的外形啦吼。后来啊，这个故事吼，因成功倒来，大家全国吼欢喜甲比登陆成功搁较欢喜啊！因为知影讲，这若毋是上帝救吼。那有可能伫太空20外万里以外，佫会当平安倒转来咧。后来这嘛有拍做电影咧，吼，这是因原来迄3个太空人吼，啊，这是后来阿波罗13号诶，即个出名诶电影吼，啊，这影册拢真出名安尼。遐即话共款啦，它发生无偌久，就是最近美国有NASA 的太空人叫做。有一个叫做威莫，甲一个威廉斯，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因本来是坐一只太空梭去国际太空站，咱知影即地球顶有个太空站咧走呢吼。啊，因想讲要去个太空站做8天的测验啦，吼，测试各种实验的对。无想讲哇不得了，伊说关伫遐9个月，关伫太空站9个月咧吼。啊，前无偌久，前半个月前，他吼。迄个马斯克因的公司一只 SpaceX 迄只太空船哦，甲载转来，伫3月18半个月前啊，才正转来俩。啊，拄着遐尼特殊的境遇啦吼，即2个太空人拢是虔诚的基督徒。迄个新闻记载讲，特别即个查甫的吼，即威莫尔吼，伊是美国德州的一个浸信会。长老，伊伫太空吼，遐尼远的所在吼，礼拜日嘛是甲因的会友做礼拜呢。啊，佫去拍电话去探访遐老人。你看，伫太空还佫咧做遮个代志。当然，太空9个月毋知要做啥代志后影，然后伫遐，但是伊足关心。啊，所以伊转来到地球的时阵，伊讲一句话，讲是耶稣救阮。你想这甲比着遮温度吼，伫船顶啊。水强要沉落，话讲主耶稣也救的，毋是同意思吗？因平安倒转来，啊，这个威莫讲一句见证，讲我感谢这条路一路的经历，拢是因为我的信仰，创造的主甲救主耶稣基督的信息相关，意味着全人类得到荣耀的生命，制定这个计划。伊讲这个意义重大的心意，深深影响引带我的生活，无论经历甚物款，我拢因为信耶稣基督来得到满足。我深信这点，啊，这是因最近吼啊，伫个太空翕的相片，啊，这是一个女的太空人吼，啊，这2个就是伫遐9个月，听讲一个倒来地球煞袂行路，9个月无行路吼，煞袂行呢，像囡仔安尼呢，
因为迄个无重力状态你的肌肉都无法度人打拖卡，所以咱定讲爱你行路的意思。咱做者讲病人倒成一礼拜，我观音都来行路，因为行路会互你有重力，互你的肌肉会让重新运用就对。所以因足侪人咧关心讲这两个人毋知要训练偌久才会当恢复伊的体力。兄弟姊妹，结尾来讲，信心有属灵的程度啦。信心的考试，就是信心程度的试金石，试金石。咱兄弟姊妹，无管你信主久还是打初信，这拢无直接的关系，是你的信心有经过这个考验无？上帝所应允的信心的考验，就亲像咱属灵的生命中间的维他命有人讲你要去曝日，你的骨质才会好。同款意思就是讲，真侪维他命是帮助咱身躯营养会当发挥出来，你的运动的效果会当发挥出来，你的体力你的器官会当臃肿的这个坚固。信心就是这种维他命，在帮助你坚固伫主的内面。兄弟姊妹，我希望讲，咱今仔日这个主题讲试验甲得胜。我相信你我同款拢有一款的感觉，讲哎哟，最好是莫互我拄着试验啦咱毋是讲爱调工要去拄着试验，但是你也甲主讲主啊，当我拄着试验的时阵，我要得胜，我勇敢面对，我毋是逃闪，我毋是逃走，毋是秘伫迄崩坑内底，是我勇敢面对。这是上帝所予咱的应允，因为咱的上帝比外面的搁较大，咱的主是咱所倚靠的，咱的信心经过伊的帮助，咱的确会超过你所求所想，也是讲你的能力到这，但是主帮助你发现讲你的能力搁超过这的。兄弟姊妹，下面咱准备要来伫主的面前用信心来做祈祷，就是要邀请咱有肉体欠安，也是心灵上拄着软弱，需要代祷、需要换手的，咱开始来做备办。咱嘛请敬拜团的同工有伫遮的咱做伙来带咱吟这首诗歌来备办。这首诗歌是使我自由，咱拢真熟的诗。伫咧吟的中间，咱勇敢伫5楼、伫4楼兄弟行到头前，勇敢甲主讲：主啊，后叫唤醒咱的主。主啊，我要得到医治。主啊，帮助我。咱请长老，请代祷团的同工，请咱的小组长备办，咱3到5分来参与这个祈祷，上帝所予咱的应允。咱大家放心来吟唱诗歌，来吟首诗歌，使我自由。使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咱免客气，开始来的音韵，高过我的生命，帮助我生活中会有。哈利路亚！主看见你的信心，来到主面前，主要甲你同在。不安，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咱头前摆一排免客气甲摆落去。就自由，世界自由。咱请代祷团同工小组长，咱免客气到主面前。咱搁一遍来吟诗，来后叫主。使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免受客不要紧免受客，你互西较方便。来到我的生命，帮助我生活中的忧愁，画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水有落苦当当，主的心会予我自由。音乐细声，咱请同工开始来对这的兄弟来做服侍祈祷。我要邀请咱坐位的兄弟，你家己嘛会当伫主面前祈祷，主将信心赏赐予咱。是要互咱有祈祷
同仰望甲交托。伫线顶的兄弟，咱嘛共款，甲主祈祷，因为你大家同心的祈祷是上帝应允要紧的锁匙。咱兄弟姊妹为着家己的亲人，为着你所认捌的兄弟姊妹有拄着病痛甲艰苦的，咱为着因来做祈祷，为着因来做祈祷。感谢主，感谢主！兄弟姊妹，咱开始祈祷，大家同心祈祷，大家开声来祈祷，甲主后叫主啊，医治，主啊，手术医治。手术平安，手术透放，手术健康，手术祝福伫阮中间。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你的平安伫阮中间，主啊，你的医治也伫阮中间，你的平安祝福伫阮中间。感谢你，咱请敬拜团搁细声开始来吟。稳定释放，医治甲透放，信心做工，对啦，感谢主，稳定释放伫阮中间，信心释放伫阮中间，能力看到伫阮中间，感谢你。咱搁来唱这条诗歌，咱继续祈祷不要紧。是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看出我生活中的忧愁，看出我心中的不安。我要请在座兄弟站起来好无？咱做同心来唱，求主来应允咱的祈祷。多位救主有，世间虽有。乐苦担当，这心为何我自由？世间虽有，世间虽有，乐苦担当，这心为何我自由？音乐继续，牧师要招咱做一个回应的祈祷。咱若方便，咱把咱的手放伫咱的身躯，因咱知影，这个溃烂甲医治，这心热甲透放，毋是人的溃烂，所以咱谦卑甲主讲：主啊，你信心临到阮，你的医治临到阮，你的透放临到阮，你的平安临到阮，因为这是上帝应允，咱迫切恳求的主就要应允。亲爱主，阮的上帝，我就徛伫头前，这样兄弟祈祷。因为因用着迫切的心来到主你面前，主啊，因有肉体上的病痛，有身心的软症，也有的检测是器官的毛病、年老退坏的毛病、骨头的毛病、精神困袂去的毛病，伊胃肠也是各种血液器官、心血管以及呼吸器官的问题。主啊，阮人毋是医生。总是上帝，你是主，你有应允阮，耶稣基督为着阮鞭拍，阮就要得到医治；主耶稣基督阮受苦，阮就要得到平安。所以，阮奉你的名来祝福，徛伫头前这的兄弟，以及阮大家人，看守伫阮身躯的有肉体的病痛、有心灵的软弱，以及拄到的艰难、挑战、苦难。上帝啊，阮后叫你检测阮是。犯罪伫你面前，求你来赦免。主啊，我要伫你面前，搁一遍来决志，我要甲主三千军，互上帝你的平安，上帝你的透放甲医治临到伫我的中间。被上帝，我来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我伫周报顶面所关心的，这肉体欠安伫病院咧接受治疗，也是癌症细胞咧接受各种治疗的中间。上帝啊，照你的应允，照你的疼，照你的稳定，手术透放甲医治伫阮正兄弟姊妹身上，互阮因为恢复阮的健康，看见上帝你的应允，你的透放，真侪一个美好的见证。奉你的名祝福每一位，因为主你讲，阮若拍门的，你就要给阮开。感谢主，将平安赏赐阮，医治赏赐阮。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咱拍拍感谢主，请坐，请回座，谢谢，请回座，感谢主，愿主医治临到伫咱中间。咱个时间到，咱的聚会。
奉献。咱请执事开始传奉献袋啊。请起立，唱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会友请坐。报告大师，请咱大家掀开周报上尾仔字啊，咱先来读圣经本话金句。耶稣甲因讲：“我就是互人得到活命的饼。来我遮的人一定袂枵，信我的人一定袂喙焦。”约翰福音6章35节。报告，请掀开周报第2页，主礼敬拜何西当讲，请咱家己看。第3页，本周逐项聚会，请咱家己看。第4页。第1项，本会定4月20过偌节主礼举行圣餐洗礼时，欢迎要受洗者踊跃报名。第2，代祷团队推动耶稣受难前40天敬者祈祷，邀请会友参加敬者祈祷行列。第3，代祷团消息，聚会时间4月18下暗8点到10点，地点敬拜中心4楼，请兄弟有备心参加。第4项，总会定6月15甲凤山体育馆举行宣告160周年纪念感恩礼拜。第5，本会近期重要事件有个，请咱家己看。第6，本会昨起新增加试办第3场拜六礼拜，请掀开第5页。机体交通
请咱家己看。第6页，请咱家己看。财务第7页，奉献事项若有问题，请找财务室。以上请无需补充报告。各位兄弟，感谢主哈！咱今仔日有一位青年来参加咱的礼拜，咱欢迎薛宇哲，宇哲是咱水华这孙啊来参加，哇，帅哥哈！欢迎，欢迎，欢迎！阿嬷徛起来，阿嬷徛起来，阮看一下。哦，咱的水华这哈，哇，这阿孙呢陪阿嬷来吼，阿嬷偌欢喜的吼！哎，欢迎，欢迎哈！好，请坐，请坐，要甲你翕张啊，上甲阿嬷翕张，来，互伊翕，啊你。徛起来，甲翕一个，欢迎哈，宇哲，欢迎你，欢迎哈。咱的水阿姐吼，住伫迄个贵人关庙遮呢吼，逐礼拜吼，拢来足认真拢来参加主的相年啦吼。真欢迎恁哈，特别真欢迎宇哲来咱中间。牧师来做几项的补充，咱先来看投影片，原来投影片遐有几张的投影片，我来做补充吼。咱是毋是有伫遐？伫原来的投影片，而且较幼稚看无啦，吼，看无啥有歹势哈。后来，咱的即个4月18，哈，4月18拜5，就是咱受难周的拜5暗。咱有一个大型的全教会祈祷会，吼，咱无分大小哦，大家拢有分吼。咱8点要伫遮举行一个耶稣受难的礼拜，这礼拜真要紧，是呢。咱要谦卑伫主面前，甲主求讲主啊，求你会医治透棒，求主你会祝福满满，求耶稣基督为着阮受苦的救恩，拢临到伫咱中间。所以迄暗吼，咱毋通想讲我著暗时啦，我袂当出去未出门啦，我著暗时拢有我的节目，咱迄暗特别爱出来吼。咱平常时拜5即个时间，就是叫做恩典祈祷会嘛吼。这是特别的即个。即个受难日的祈祷会，请大家踊跃吼来参加吼。第二，咱即个40天的祈祷吼，我真感动咱昨青年咧做礼拜的时阵，伊嘛讲，我嘛要参加呢吼，要参加祈祷吼。有人会误会讲，牧师拢毋免禁食，毋是啦，是讲你来当禁食上好啦。若真正袂当禁食，煞无祈祷，嘛足可惜。意思讲，我都袂当禁食，但是呢。我爱祈祷，安尼介好。但是原则上就是禁食搁加祈祷。你当签1顿、签2顿，因为搁2礼拜外的时间哦，你现在家己拢会付啦吼。咱即个团队咧走对来吼，对互来啦吼。迄甲耶稣吼，耶稣因爸爸妈妈吼带要转去拿撒勒吼，赶紧带对就对啦吼。咱大家有分吼，你签1顿嘛足重要吼。若真正有诶老大人为要食药无法度无食袂使，你食前来祈祷吼，祈祷了啊食吼，也是食饱了才祈祷吼，即点甲你鼓励吼。所以下面吼，迄表格、迄名单搁一大堆诶，免客气，有够人你签诶就对啦吼。迄表格有空位拢甲签落去安尼。来，咱加入太师诶查经吼，咱拜2早起10点，搁暗时8点吼，拢有咧查经，欢迎咱大家踊跃吼来参加吼。牧师伫周报内底，搁一2项来补充一下就好吼。第一项就是讲，咱即个洗礼式吼，洗礼式搁偌济洗礼式吼，我甲算算已经有10个报名。照时间安排吼，上万即礼拜，最后礼拜，因为咱后礼拜开始就要做学道班啊。你若上万步吼，要搁甲你上课吼。牧师就搁陪你一个哦，安尼足时间足困难排啦吼，所以哪会当4月初6以前，赶紧就即礼拜来啦吼，赶紧报名，要囡仔洗礼、大人洗礼，也是要转职吼来信仰告别吼，也是咱囡仔有洗礼过要更新的，赶紧4月20以前，就是伫4月初6以前来报名吼，赶紧来报名吼，咱搁有一礼拜的空间哦吼，请大家赶紧来报名。过来有一项要报告，就是讲，咱小会有接纳要伫6月15
6月15啊，佫足久吼，后6月，但是呢，就是咱伫总会要庆祝160周年的感恩礼拜，要伫倒位啊？要伫凤山啊。因为吼，咱台南中会爱派800个去参加，啊，所以咱富强教会甲伊啊，佫剩40个，赶紧来报吼，无分大细哦，啊，40个就满，吼，所以赶紧你若有小组要参加，啊，赶紧联合报名，啊，就是报名为止，咱请干事注意看，你讲41个歹势，你要去，爱家己开车去啊，啊，无爱吊车尾，吊车尾袂使啊，啊，咱请啦，迄天吼。教会有哪有礼拜？因为咱无法通走去嘛，所以留伫遮的照常礼拜，啊，要去的80位，啊，咱做伙去到遐当作野外礼拜的意思，啊，就是咱总会要伫凤山凤山来庆祝160周年，所以尽量啦看会当即礼拜4月初六就甲报完整，名单互到，啊，原则上教会出游览车的钱，啊，搁出中昼顿。啊，剩的你若要采工要买啥货啊，咱第一架车上年已经安排好啊，来讲顺讲礼拜煞要去高雄洗老的啊，看第二架有要对无啦？啊，若要对，可能就爱搁加交一寡所费啊，所费啊，毋则下当遐开销要去佚佗要游览爱搁开钱的款啊，毋过若无就是来搁甲你载顿安尼尔啊，咱再来研究咱让。挂上年，请上年甲咱办就对啦，啊，交钱互上年，上年主办这点欢迎赶紧报名。6月15礼拜日早起10点，啊，可能咱8点就爱出门啊，因为听讲迄天要请毋知总统啊、副总统来，啊，所以爱较早入场就对啦，较袂安全检查伤了时间这点甲咱报告啊过来，咱拜六昨昏，咱讲有试办即个第三场的礼拜啊，真踊跃，咱一个兄弟拢踊跃来参加，真欢迎咱目前有定每一个月的尾仔礼拜啊，要由青年来主导做礼拜，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讲你若会当去参加，赞助乌宴就对啦。啊，礼拜日有哪来做礼拜？你是讲我参加2摆，搁一摆是讲啊，我礼拜日拄有拄合，比如啊，阮亲族啊有代志啦，要出外啦你就拜六来礼拜啊，礼拜煞奉献啊，你完成啊嘛，礼拜日你就当安心出外安尼这点鼓励咱来参加啊。另外咱背金句背抄圣经的，请会记得，咱还未领到奖品的，啊，赶紧去到办公室来领。啊，若你参加小组，甲小组长问就知啊啊，咱阁有3位无互小组登录的3位读经读一遍的，有3位咱有个登录伫遮啊，来，最后牧师阁做一个补充报告，就是讲，咱阁来拜4甲拜5拄着妇幼节嘛，啊，阁拄着即个啊，咱的清明节啦啊，所以连续2天是连假，啊，所以咱办公室嘛休困办公室嘛休困，啊，请大家啊注意啊，另外后礼拜因为连假，咱的即个爱餐嘛暂停一摆暂停一届，啊，这点请大家来配合即个安尼啊。咱迄个旧仪表啊，搁咱的即个读经读经的手册拢已经出来伫楼骹啊，请咱有参与的啊，有要灵修查经的人去领好来啊，咱今仔日嘛欢迎咱的老会友啦啊，毋但是咱对远远的所在转来，咱的李姐伫遮，咱伫澳洲转来，咱拍拍欢迎伊欢迎伊倒转来李姐上帝保守伊啦伊差不多转来2礼拜外啊，就搁转去澳洲啊伊讲坐飞机爱我来我去我足远的啊，求主保守伊平安啦嘿，真感谢主啊！咱今仔日有爱餐，后礼拜无啊，咱大家倒去做伙来享受安尼就对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好，多谢。上言。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你心心的安宁。你温柔主的听他。
当心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扶持、引带保守，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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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请坐密道来闭会。咱第一堂礼拜结束，请各位兄弟互相请安。